大家好啊，毛醫師今日嚟到泰國，當然梗係要做按摩啦。咁咧，其實我有兩種按摩咧，非常之中意嘅喎。咁咧喺度咧，先賣個關子先，介紹翻咧大家比較熟悉嘅泰式按摩。咁泰式按摩咧，其實咧通常都係喺地上面進行啦。師傅咧會移動我哋嘅手腳，促進我哋嘅經絡循環、行氣活血，而唔係單純咁樣被動咁樣去按摩我哋經絡同埋穴位。咁另外咧，我會介紹兩種比較舒服冇咁痛嘅按摩，係啦，就係乜嘢咧？就係呢個重球按摩同埋熱石按摩啦。你哋咧有冇留意到咧？當我哋趴低按摩嘅時候咧，其實個鼻咧係好容易塞噶，但係咧往往我哋做咗草球或者呢個熱石按摩之後咧，鼻就會即時通翻。咁點解咧？其實最主要有兩個原因。第一個咧就係呢個草球同埋熱石咧，都係嚟自於我哋嘅大自然，對身體咧亦都有一個更加好嘅配合，實現咧呢個天人合一。第二咧就係呢兩種按摩咧都有一種熱嘅功效，能夠咧溫經散寒、舒筋活絡，因此咧可以解釋到點解我哋嗰個鼻可以即時通翻。咁咧草球按摩咧都通常我哋都會用到一啲嘅中藥啦，例如一啲薑黃啦、高良薑啦、羅望子、檸檬草、香茅同埋石菖蒲等等。而呢一啲嘅中藥大部分咧都有一種驅寒同埋暖身嘅作用。草藥咧亦都顏色咧係比較偏黃色啦、青色為主，可以對應翻我哋嘅思慮過度，又或者一啲好憤怒嘅情緒。草球按摩咧，仲有一種好芳香嘅味道，可以舒緩到我哋嘅情緒。你話係咪幾好咧？至於熱石按摩咧，通常都會用到黑色嘅石啦。咁根據中醫咧，其實黑色係對應腎，腎亦都係主恐懼。如果咧你成日係驚驚青啦，擔心好多嘢，熱石按摩咧就非常適合你啦。通常師傅咧會將嗰個石頭咧會放喺我哋兩隻手嘅手心嘅位置，亦即係我哋嘅內勞宮穴，係啦。咁裏面咧就有一種瀉心火、清血熱嘅功效，仲可以咧令到我哋調暢我哋嘅氣機嘅出入。最後咧提一提大家，用完熱石推完呢個經絡之後咧，其實師傅會將熱石咧放喺我哋背部兩邊膀胱經嘅位置，咁咧會有一個排毒同埋去水腫嘅功效。但係如果大家想補腎嘅話咧，可以直接叫師傅將石頭放喺我哋背部嘅正中間，亦即係督脈，因為咧督脈係我哋嘅陽脈之海，有一個補腎溫陽嘅功效。咁希望咧呢兩個嘅按摩介紹咧可以幫到大家。拜拜。鍾意呢段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